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破风牧师。今天3月4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摆设宴席的目的。我们要回到以斯帖记第1章，要看1到2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23篇第5节。举办宴席的目的可以因人而异，但通常有以下几个目的：庆祝节日或特殊场合，比如说婚礼生日，庆祝胜利、国庆，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周年庆。在社交活动办宴席，可以让主人和客人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另外也展示富贵和地位。有一些人他们办宴席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社会地位。招待客人，有时候主人办宴席是为了招待客人，让他们感受到重视和关注。然后我们看诗篇里面，大卫他面对敌人不断来找麻烦，他感受到这位上帝为他办的宴席是得胜的宴席，因为他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使他在苦难当中、被逼迫当中经历了福杯满溢的恩典。今天我们回到以斯帖记第1章，波斯王亚哈随鲁设宴席的目的，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展示他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威严。你知道在古代国王的宴会是在展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的一种方式，同时呢也是加强君臣关系和各地贵族和领袖之间联系的机会。而波斯王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宴席是一个展现国土财富和实力的机会，所以各地的贵族和领袖应邀参加，也是一种对国王的顺从和敬意的表示。此外，我们看到波斯王国的文化传统，他们有时候也要求国王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面表现出华丽和奢侈，借着这样来展示自己的威严和权柄。因此呢，波斯王亚哈随鲁就设宴席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多方的目的。上次我们有谈过，就是展示国王权力和财富，也是加强国王和各地贵族他们能够透过这样让他们知道王国的权柄富强，使他们能够顺服，来配合或者是与他合作，为了要攻打希腊来做准备。亚哈随鲁王的宴席在举办180天之后，上次我们在谈到的时候，是他为了举行军事会议，连续180天，所以每一天都要办宴会。国王又为所有住苏珊城堡的百姓，
就在180天之后，无论大小，在御花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7日。然而，就在第7日，亚哈水乳王因为他在宴席上喝酒尽兴，喝醉了，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根据以斯帖记的描述，他命令他的妻子瓦实提戴上皇后的冠冕，要在他宴会上展现她的美丽，但是最终被瓦实提拒绝了他的要求，就因为这样激怒了亚哈水乳王。接着在以后的日子对他采取了什么会后的行动。所以我们看亚哈水乳王在后来透过选美选出美貌的犹太女子以斯帖，并立她为新的王后。我们来聊聊，因为这样的一个喝酒或甚至喝醉酒而破坏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导致毁了瓦实提这个王后的位置。我们来聊聊这个办宴席所带来的影响。你知道在台湾办宴席的时候，喝酒干杯的文化也是在传统办宴席的文化可说是它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社交活动，通常发生在婚礼、喜庆、商务宴会等这些的场合。我们来思考一下，有时候关于台湾办桌喝酒文化，就是要干杯这个喝酒干杯文化在某一些情况下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可能会影响产生的坏处或是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酗酒。由于干杯文化强调社交互动和群体压力，你知道一些人可能会不断喝酒以配合场合，或者是要讨好人进而导致酗酒。那酗酒可能就对健康还有人际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甚至呢，我们看到亚哈水乳王跟瓦实提之间就导致了夫妻的失和，给我没有面子最终我们看到家庭的破碎。第二个是健康的问题，长期饮酒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说会产生肝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此外，喝酒过量还会影响认知和身体协调能力，增加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的风险。那第三个是经济的负担，喝酒文化中经常要接受邀请或买单，尤其是在商业场合中，长期以来，这可能会对个人的财务造成不小的负担，尤其对年轻人和低收入的人更是被影响就是财务会产生一个负面严重的亏损。第四个是社会负面影响，在喝酒场合当中，由于酒精影响和群体压力，有时可能会出现不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例如性骚扰、言语暴力等，这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总结来说，我们看到喝酒干杯文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和社交互动，但如果不注意节制和礼仪，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就是因为可能喝醉酒，结果彼此伤害，杀了对方。因此呢，我们应当对喝
喝酒保持警觉和节制，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负面的影响。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参加宴席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与其他信徒一同分享上帝的爱和恩典。而在圣经当中，耶稣被描述为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得到永恒的救赎和生命。也透过参加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宴席，我们可以更深入来体验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呢，我们与其他信徒可以一起分享这份爱。所以参加宴席的目的还在于提醒我们，上帝的国度是一个无限宽广的地方，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所有的人都能分享上帝的爱与慈悲。也透过参加这救恩的宴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份上帝的爱和他的怜悯，并将这份爱和怜悯带回我们的生活当中，与其他的人能够彼此分享。最后，参加宴席的目的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是在与上帝建立关系和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来实现的。耶稣他邀请我们参加宴席，是为了要鼓励我们把重心放在上帝的事工上面，并且呢，为上帝的国度努力工作。我们也透过参加宴席，我们可以受到鼓舞和启发，将这份激励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上帝的事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来默想亚哈水乳王他举办宴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自身的利益。然而，你觉得耶稣邀请我们参加宴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示了你的爱和恩典。我感谢你在我们的罪恶和软弱当中仍然爱我们，并为我们提供救赎的机会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宴席，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并与其他信徒一起分享你的爱和恩典。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领受圣餐，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并与其他人一起祷告和服侍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慈爱和恩典。求你也帮助我们将这份爱和恩典带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可以认识你，并且呢，与我们一起在救恩宴席上面享受你的慈爱与恩典。最后，我们要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跟随耶稣你的脚步，服侍你的国度，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享受在主救恩宴席里的喜乐和盼望。我们下次再见哦。